为着要推广母语文化，台南市教育局甲台南生活美学馆来合作，做伙来办理咱画咱的画展览。有真侪国中甲国小的囡仔，用各种无同的角度画出因对母语甲俗语的理解。然后大家看到囡仔的创意，嘛，互人感受到因对母语满满的热情。 老师咧讲课，下届学生拢听无到底咧讲啥，囡仔就家己画做鸭，咧呈现鸭听落意象。另外一百咧画虎城传统做白架的地，这个创作全拢是囡仔对母语的文句参俗间的理解。每手透过丰富想象，加入色彩，加画作图。今年台南市教育局以咱画咱的画做主题，对去年9月定选，拢总有2148件来参赛，因经48件来台南生活美学馆做展出。 抓鱼抓好，唔通抓到赤查某，鱼真可怕，好嘛真可怕。但是我感觉拢无我妈妈骂我的时阵恐怖。老马谁既不爱谁才归。有一天，他在上班的时候呢，就被水喷到，他觉得自己很衰，然后就很生气，踩到了狗屎。三妮姐他拍掉了，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就中了彩票，他就觉得很开心。 展览的创作元素唔干那台语尔，佮包含客语、原住民族语、参新住民语等等。教育局讲，这通展现语言参艺术之间的魅力，嘛讲会继续推动这款无共族群结合的活动，要互人感受咱这土地多元文化的水。咱是用真悬的规格吼，用特定的方式，互囡仔的作品吼，有一种真高尚的迄个感觉。 吼鼓励囡仔吼，后盖佫继续吼往这个生活美学，也是讲艺术这方面。母语的推动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嘛是教育局吼长年以来交所有的学校共同咧努力打拼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育工作。展览展到2月2日，特别的是台北图拢有 QR code 扫落去，就当看到小画家小解因的设计理念。这个展览唔但互大家看到囡仔的创意，嘛互人感受到学生对母语满满的热情。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